哈。吴鼎，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今日昨天咱要分享无？分享一下啦，大家互相鼓励一下啊。拢干互我咧讲安尼，嘛无意思。安尼就，其实也袂真多啦吼，是讲大家是分享吼不过来讲大家来使呼唤大家啦吼，嘛如果无咧看，无咧看无就用啊，因为对头到尾拢无咧看嘛，无咱大家感觉讲，看了我感受讲有影你做诶内底，我要安怎去甲做较好？伊无做诶内底，我要安怎来尝试？因为你不断的历练，大家互相鼓励啦，有影，咱讲心得嘛是爱加分加分，互相会当来自己练练鼓励，安尼可能差不多了。所以呢，咱组长来啦，跟组长开始。大家你组长在这。OK， 助理各位各位组长，来晚安吼。我在这分享一下吼，因为咱咧修烦恼吼，上重要就是讲要有计划啊。你假使若无计划，你下面的人要做每项代志，伊无好死，伊嘛无法度去发挥啦。所以咱的道路，就是讲本来就是讲爱大家互相团结一心，咱的道路才会好。既然咱会当办了好，咱因就是有一套的方法。因为咱平常时咱咧看经济，也是去咱一般即摆咱无啊，就咱的爱上益而胜人爱上的一寡好资料，像咱的益而胜人爱上单位当因一寡足好的，咱无法度甲分享在里底。最主要就是要互恁大家有学习的机会。因为人因做了真好，咱无嘛是从因的资料来调伊啦。最主要就是讲，咱的道路小半道当中，咱今仔日道路要好，嘛是爱大家有一个有血心啊。你无血心嘛无效啊。最主要嘛爱有计划，你无计划，你讲咱今仔日你有心要做，你嘛毋知要怎做啦。所以讲真济，咱若无计划就好你比如讲今仔日你嘛爱有胆。你要修办就嘛要有胆，你嘛要有口才啊。像比如讲，今仔日你要学讲师，你嘛要有口才。你若无好，你去上来，你嘛无法度去讲这个道理出来。有甚至你资料足侪，你散来了，连咩一句话你讲会过来，这是事实的所以讲，咱平常时就是咧磨练咧学习，讲大家咧学习。最主要就是讲咱的计划起来底，每一个组长。伊的计划，领任伊的计划就是讲要咱带动咱的道亲，咱的道亲会挂起来，要相信你若无计划，你若无以身作则，咱无机会，真正有影。所以讲，咱的道路要较好，要团结嘛是讲爱长期性咧培养因为你若无以身作则，做较好你去哪去教人有咱无法度去教人安怎做。所以讲咱过去老菩萨，因为一路来行来因的修行学道，拢是咱较早咱即摆少去，毋过咱拢袂晓去咱袂晓去安怎做，咱拢即摆是按表操课，人讲安怎做安怎，拢袂家己讲我要去安怎去做，因为咱个人也万年来做叫做，恁今仔无去，行功了完，恁要安怎去消业？所以讲，咱今仔日不同的工作，就顶咱家己的工作，尽心尽力起来做好。你每一个人有这啥物责任，你就尽量你甲做好，数机为利用，甲做好势。所以因为咱老菩萨一直做长，咱的道路一直退化，就是咱的人才，无加这个组长要互动，也讲你无互伊学习的机会啊。你无学习的机会，这人一直咧做，来讲我外头也毋免出头。
咱若领导，咱再做点免出头，要熟悉的。所以讲经理也老，恁遮领领导咱毋免出头，共款意思啊。因为伊工课来做落去，伊免做啊，拢伊咧计划伊咧做。所以讲咱互我嘛，助理讲啊，顶面个人就是负责宣传点到，来助理领领，伊就是咧办道具啊。你咧去计划啊，你无去计划，你就道具要安怎做？因为你爱服务领领者个去计划要安怎做，互因安怎计划要安怎带动，结果伊拢顶面你若无下达命令，伊就是伫遐等，就是伫遐做，就袂去讲你去自动你要安怎做，所以道具就是停顿的时阵，无法度发挥啊。咱每一个人的能力做好，个人的能力无共款，毋过咱无是讲要咱家己去发挥咱家己的能力，咱互我虽然要出遮，毋过咱看，咱最需要重点的看好势。咱互我嘛会晓知会，咱互我谈嘛会晓。伊来讲，当这是学来的，看你要学毋学，因为咱甲亲人为了去一定，前排也惊啊，要做工课也惊啊，拢动惊啊，拢无够英雄胆。你要做一个工课，你也是讲，你过去的业绩也未写啊，做规则也未写。你今仔你来做份两项问题，顶咧成功了完，你也是讲安尼做，我要写我事业，做我家己工课，安尼咱做工课咱做得着，甚至咱工课咱做得愈圆满。我这是做一个分享吼，大家知影吼，感谢各位先生。感谢咱主持人当然伊较早有讲过啦，其实伊站在经理来讲嘅，除了咱个人认同主张，其实就是讲，毋是讲顶管叫你做你家己做，顶管叫你做去做的，迄个是它固定的一个模式，但是就是讲要咱去经营，当然领人做票的，当然咱嘛是爱有咱迄个规划。要安怎去运作我一个领人的团队，组长我要安怎运我一个组，当然咱尽力讲较少条咱人才互动的机会呢，可能会较少啦，所以我是嘛是感觉讲，当然要安怎讲条咱的人才去互动，因为咱若无条互动的，其实伊嘛是安尼做，因为较早的这个张讲师有讲的。有可能呢，咱拢无家联络，当然伊永远呢就是讲袂出，咱来当讲家联络，就是讲我这个资源，我所的资源，我会甲联络，无论讲小事甲大事，若如果是讲有可能你甲联络一台啦、两台啦、无三台啦，当然有迄种较无想要动的人，但是有的呢，有可能就是。无甲联络伊毋知，伊工课咱做叫咧安排毋知。伊甲联络有可能讲有影我来真正一届两届。所以讲咧，张讲师的意思是讲，你甲联络，伊来拄啊好就会出来。所以讲咧，你甲看伊所讲的讲，你若无迄个恒心你要安怎去栽培稻青？因为你栽培一个稻青，毋是讲出紧就我就去甲成就，当时就是安怎。爱时间去打，你像讲有可能咱家练，你家练到伊有当时真正的是袂拄好的，有可能一届、两届、三届真正袂拄好，你是即个练到，我是搁较迄个，敲电话啦嘛是咧办电话咧，当然有可能敲电话爱钱，你甲讲做报时，甲动作嘛是咧报时啦，你家练到有可能就有机会。有机会呢，可以跟他谈一谈。但是三讲书讲，当时呢，就讲，或许各位讲到咱工作啦，咱的学堂已经筹备了学堂餐厅。咱讲咱以咱来做，我良时要请我做内底做饭，来学堂
一周无要紧，要1、2年这个都可以进来。你年纪都无你家己，你交你的人才永远不是生死，你办啥物事？有可能伊袂找咱啊。所以讲所以我就是讲，我们现在全部有一点的讲各自，是毋是讲会当讲我有咱的计划，也是迄个我一组的，是讲啥物对一组甲对一组要做伙办也可以啊。你若感觉我一组那3个尔，我交对一组做伙办，一组交一组，后日做对联络起来，讲安尼咱会人才，是讲我新特性有啥物人感觉讲较成熟的，我会当讲两个组联系也可以啊。还是讲你一组要家己办也可以啊。我们方法就是可以弹性应用，免安怎来调咱的组员，甲咱的新特性来。其实慢慢的，你有过来就会有机会。咱若真正讲拢无跟互动，来遮若真正办了10点了，大家可能无讲袂机会嘛。你若像市尾办清的，大家嘛可能。所以讲咧，这个是咱要安怎去安排？就是安怎唔通惊麻烦。你若惊麻烦，其实就减少我们表演的机会。所以讲，平常这个张讲师讲的这个学感觉也不错啦希望讲咱私底下呢有时间，也是可以再听看因为或许安尼起来呢，感觉他有一些人值得来学习的，所以呢要不断的，刚刚你放伫车内咱嘛是在放也是可以的有迄个山上，伊是3P 还是啥 MP3 哦。MP3MP4是有语言的MP3 就是有声的咱就说可以。因为你若下载的时阵，甲选择 MP3，伊就敢有音的，它就录音起来。咱就咧开车就可以，不断啦所以讲咧，有当时你若听一个句你要用啥口头不济，伊安尼讲你内底有问题迄是要记得来，迄毋是凭空来，迄是客人应该你家学习来所以讲因为时间都嘛到啊或许应个3步啦，或许嘛期待啦，咱拢会当讲各组啦，是毋是来联系一下？对一组对一组，还是讲家己要办，要找你的组员，你的组员就是讲来参考的，较有咧出去带动的，来找无参考的，但是正有信心的，你会当咱这甲伊转换起来，咱无咧来这个佛堂这，你要安怎练都可以这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做？因为因两个样当然迄个大家就是去代表今日去敲电话我讲今日去应该澎湖啦，我想讲是去澎湖，伫迄澎湖是讲减买的啦，即摆就是讲因的车狗拄好因。